欢迎收看《后上开上工》，要翻开假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主持人阿忠哥，今日老後生人大在顧了。唔知大家知呢下簽字行嘅休閒法通係乜嘅咧？呢下簽字行唔係出國去了，唔係揭山，唔係是下註冊，呢下當然流行表演加下去旅遊了。因為受到疫情嘅影響，當然嚇，前當然冇法度出國去了，故所啲台灣塵土旅遊，變了加下就行業散拿度，行業國家公園旅遊準旅行。唔過有很多種各式各樣嘅旅行嘅方式，本人看到木竹花花，咁樣邀請6個後生人，留大家向下來分享，對佢哋來講最讚到嘅旅遊行程係乜嘅了，掌聲歡迎！首先留下小記度係阿子怡。大家好，我係旅遊無限啲大門嚟嘅阿子怡。哎呦，你就係冇帶到嘅防蚊液啦。有的。啊，你就係人體防蚊液嗌啲。你看起來像冇兩個太好。哦，聽你就啦，小記度係呢家。大家好，我係旅遊動到拜，唔過係露營飛人的呢家。冇關係，傑出天然有多就好。多就好，對社區做對。我以為他說沒關係，我就是王美。也是啦，也是啦。這個等一下都來聊聊哈，還有青島嘅王美露營地，都係用版型嘅形式。第三道老師記到係應徵。大家好，我係旅遊嘅時節，唔會本門內調到砰砰砰嘅應徵。全碰啊！係啦，砰砰砰就係動太薄啊，你砰砰砰啊！講嚟咧，你用啥都係夾牌。平衡一下。這樣我們本門內調到全。可能係較好食啦，因為好，那個我就不討論。這個18禁的話題，你冇討論哈。再下來倆張人哈，真正係歸啊，我們現在整個錄影棚唯一做的講係旅遊熬人阿全妹。唔錯，最眼看眼基本一做嘅衫褲，係嘅眼嘅皮包嘅，還有眼毛嘅，當到講起就到地位，故所眼基本係用旅遊專家嘅呀，神歡 TV 來到也同大家分享嘅啊。等下睇下講出來，阿全妹就講起乜嘅東西啊？你真的有旅遊過咩？特地指我愛你。冇旅遊過，然之後做到像呢家案嚟啦哈。第一啦，小記對嘉寧。大家好，我係旅遊嘅時節，錄青青菜菜嘅嘉寧。青青菜，看起來就啲。嘅旅遊是三大師做嘅三題。那時節錄青青菜菜。冇唔錯。最尾啦，小記對係小鳳。係大家好，我唔錯，我冇旅遊過，我就係冇去旅遊嘅小鳳。啊？佢見佢來做乜㗎？我其實係我要去，唔過我冇啲嘅去啊。係冇，係要嗰個苗啲旅遊，係苗啲就要貨嘅，係咪按公巴？很多天都會行啊，天天。唔多很多旅遊。係啊，很多去高架雕天天啊。哦。見呢類。本用腳做以後。因為嘅總統特色咧，建議講唔落。冇嘅 size。唔過真嘅啦，講到真嘅，旅遊講係2-3年來，啲台灣當時行一種嘅療業嘅法通，有人講因為冇法度出國嘛，所以啲台灣家下就一療業家下，規個台灣咧，下差唔多有1700人扎嘅旅遊期。大家旅遊期都食到黏黏。哦，我提前3張年聽哦。哇！3張年以前朱文哦，冇朱文，你就冇法度，你就衝阿小鳳佢用，去高架了。唔過真係問題㗎，唔知㗎，印象當中第一擺旅遊，嗰種小學課程嗰種唔算哦。出3位過後，第一擺旅遊係乜嘅情況？阿子怡。我第一擺旅遊嘅經驗其實真係都唔好，我下想起來我還會驚，因為因為嗰種時你就出街去到嘅陽天，嘅你就同嘅片組嘅帳篷嘛，嘅帳篷又唔係動態咋，就係細扎一隻帳篷天天，嗰種時你就係利用啥太陽，還有一條腳位，嘅腳唔係細腳位哦，係喺嗰種米克斯嘅較太扎嘅腳位。台灣土腳嘅。冇錯，嗰種時天時又凍嘅，嘅帳篷又暗細扎，嗰種就凍僵嘛，就睡夢嘅時就。
吃到懂。去到啊。唔錯，韓國藝有一隻門，就是藝按布條上我送偏數，唔過呢要按摩時數，咁我就看唔到，我就當鏡，我就向藝朋友講，偏藝去送偏數，好，跟住就偏藝去機動採購，因為係佢係偏藝去送偏數，唔過你向萬人希望，啱到嘅舊時嘅係佢，唔係藝。佢片嘅呢片數係啱到舊時，後來呢個呢片嘅中棚，我繼續水網嘅時，佢門嚟啊、蟲啊，全部都片啲人強悍呢片嘅中棚。佢當到舊時嘅污言哦。幾種嘅係，佢門咧就片牙強悍呢片嘅中棚點啊？嗰時貴啱門牙就啲咧腳門嘅，出去，我幾要去變入來，我生牙嘅樣，因為牙太好食咧。他出走啦。門咧較好識出走嘅嘢，就出翻出動多嘅，跟 CO2 強多嘅就係嘢，係啦，注意到啦。嗰個中棚中唔得按洗閘啦，愛吃到。你係問題係冇問題嘅。那時候有門的啊。不過真嘅啊，有上次大家出去了，去魯陽最強就堵到那個門的啊、蟲啊，伊太簡單。有上次講喺堵到3個，結果哎呦，真嘅會嚇死人嘅。給你講第一擺嘅魯陽經驗很有問題。誒，第一擺魯陽經驗嘅係啲苗栗嘅味，因為苗栗有當到嘅魯陽嘅蟲體嘛，但是嗰時節你全部嘅人完全冇乜嘅魯陽經驗，就會嗰些董事行嘅魯陽講，哦，一定要完美露營這樣子，所以講你愛 OOTD 愛有，所以嗰時節就有萬聖節，就有乜嘅 dress code 啊，又係個萬聖節啊，嗰時寒酸係嘅同獼好嘅肥啦，所以呢就講好像就是很完美這樣成肥，冇像安裝個安厲害，但是係係同好嘅肥。跟你到跟你嘅 OOTD 係乜嘅？OOTD 呢就係你來變做一迪士尼嘅卡通人物，唔過睇下寬奶哦，到迪士尼嘅公主，你就要做一迪士尼嘅那個世界，白雪公主配就會啲神靈超過到公主，睇下上個愛聽說係公主抽毛啊，但是愛上個呢，愛係講公主嘅話就真嘅聽講呢，故說給你愛就係小兵，愛就可以有小兵嘅。還有相片冇？有哦有哦。向下來看一下，冇嚇到哦，向下來看一下電影嘅。內心的彩魚愛就每一集，好槍，你啊哪位槍小兵？紅色嘅衫褲，嘅吊帶褲，容易吹人咋？有外幣很開做小兵吧？我真的沒有，我跟你講，這是身高的問題，我們認同不了小兵。你身材太超，錯，真嘅，你一簡單你去幾片做戲係冇？唔過其實實驗懂開，但是大家都懂用心。韓國很大一個拱節，就是那個小小的香蕉。識睇你係冇？識睇啦，但是今日有啦。但紅嘅係嘛？嘅飲料係水電工係冇啊？水電工，如果紅色嘅嘛，頭燈。嘿，那是他的眼睛目珠啊。好，謝謝。好，謝謝大家送上鼓勵什麼力噶，謝謝。唔過真嘅兩件事情哈，專門嘅事情係問專家哈。好。嘅阿權唔會留他個小機下。冇啦，愛第一擺魯陽嘅時節，其實咪係東西咪動手，伊咧細細嘅中棚，啊唔過嗰種時有朋友帶愛去魯陽，啊嗰種時喺東韓嘅寒天，啊然就叫下來煮一杯熱紅酒。哇！對，然後你就坐在啲東韓的天時，然後拿着一杯熱紅酒，然後還會在冒煙，有沒有？然後那種感覺就覺得很溫暖嘅感覺，然後就會因為嗰種時嗰種感覺，雖然我嘅第一擺魯陽有點困難，啊唔過下鄉我就見來見中意魯陽嘅感覺。蔡總住在阿權冇以外，還有意思啊！無限多連出去魯陽，東西都自家做啦，萬功夫超級會藝，因為藝同學藝讀藝術太好嘅，古時藝同學去魯陽時，聽說我有藝術㗎，其實就對我不卡呢，自家來做呀。表誒，表誒，也係自家做嘅，你一整表，整表誒，啲蛋糕還有塗嘅麻油，安尼啊較空氣安尼，還有也係乜雞呢？要做的第二片，冰酒誒，嘿，冰酒誒，還有很多調味料都會冰到底部。要做的團購嘛，寬做出去嘅動畫片，人家皮拖嘅呢，安尼翕相，下次都係做神助牌，用骨頭嗎？翕相喺動畫。係冇啊，幾多錢？係幾多錢？都係賣貨，你團購
购，谢谢。还有个相片都可以看一下。你唔用你講現在做，唔係因為我太好係圖養女嘅，故時我大家都用底片機拍。自己去暗房，然後給衝出來。這是我翻拍過的照片。哎呀，動到東西愛帶埋個盤呢。係嘅，有相片，係冇錯，家就係人自己做，然後帶去嘅。阿權咪唔看見暗暗條，就底後安排做得前，做得超嘛曬嘅。你都冇愛嘅，叫伊阿權咪，叫伊阿權咪前度講起嘅。如果講正經主題那種冇咁樣風格以外，大家想去嘗試再去試看啊，哪一種風格嘅露營咧？阿燕珍。哦，我同大家講，我一個風格應該係最多人啊，想去邀請嚟嘅，我就會屬於嗰種分母露營，我就會專門出錢嘅。真是較凊彩，我乜嘅都做得完美，我咪做得停氣，我去幫錯嘅，我咪做得停氣，我乜嘅全部都做得。韓國因為大家都有嗰種尊重，我就冇啊，我就想講，咁按嚟同我做一個懂得性嘅人好咧，我做係天數帶條嘅，記條卡唔會帶嘅東西。比如講威神子，我同講，我笑，我係帶威神子係當專業嘅，我同講係師傅級嘅哦，我要分咯，嗬。出作嘅嗰種嗬，愛較舊嘅嗬，廚房紙巾，嗬，假使愛擺到個偏手地步出師傅嘅嗬，佢較優嘅，我有面子，我連威神子都有分幾下種冇空用嘅，因為大家執會甜不用睇啊，嗬，我唔但係會帶威神子，還會帶個垃圾桶，除此以外還有種東西。大敗吼就會發生嘅事情，怎麼想到？我都防蚊液，自己就會冇帶到。我唔錯我同講，防蚊液還有分咯。像我之前係接會去撲嘅外景咩，故所就都有經驗。一般嘅門咧，都市門咧，嗬，要用一般的防蚊液。你講係散彈風嘅嗰種小黑蚊呐，太條狗啦，太條狗，你要用專門對付嘅太條狗嘅防蚊液，嗬，冇空用，故所我按呢嗬。分母貼心露營達人，懂到你千萬要去溜養好嗎？哎呦，可以來配懂真紅，還可以，威神子嘅婆婆，威神子做的。嗰個觀眾朋友們想下，其實去露營有千多困 QQ 愛記得，讓下前進行後生地下化，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討論下，哪一種朋友千萬唔好超級去露營了。歡迎來到後生地下化，唔識去過露營冇啊？今日老大家紹嘅4隻老露營有關係到嘅合法哦。第一隻露營，露營，一人當時行2日假下去露營。第二隻帳篷，露營假下搭帳篷2成4哦。第三隻裝備。裝備，露營之前要先檢查裝備。第四隻樣式，一下露營嘅樣式千變萬化，唔知大家好唔好忙？後生地下化，你將來了。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喺上一團就問過大家講嚇，第一擺去露營嘅心得，韓國人會做那條事情嘛？唔過正經講嚇，露營家有講哦，係對你下東東人來講係一種旅行嘅方式，嘅旅盤就當重要嘅咩？假使去露營，老一般嘅旅行有冇咁樣咯？有那一種旅盤，係你就哦，先唔試，好，給阿志。我始終呢，就最唔適合鄉下露營，就係烏卡度嘅家人，因為現在因為呢總比當到老人家嘛，真係就當唔適合，因為像你露營嘅時候，愛睡老輩，佢可能按用嘅總比像我阿婆已經86歲嘅，如果喺你去露營。所以冇要動到嘅要求，比如講啲枕頭啊、結構啊，還有啲棉床、啲經驗啊，韓國人愛動點錢啊，因為買嘢，啲露營就冇辦法嘛，蟲嘅啊、掉嘅啲機片係咪係啾，嘰喳喳嘅，係23年咩嘰喳喳，23年係因為就會講到順風嘅帳篷嘅人，有段時間太權咧，係故所可能從
以拳就马公人嘛，係嘛，就順風嘅人係壓水嘅。冇錯，哎樣就會影響到人物卡嘅老人家嘅睡眠嘅時間。再個係知道啊，乳養最後到位就係要咪係做煮東西，自家來煮，可能自家配肉啊，還有煮乜嘅東西啊，還有牛排啊乜嘅。不過總比就要咪係啊都市有誒，像我阿婆5點半就會食飯咧，還能煮好。係啊。跟住要3點鐘起4點鐘。冇錯，嗰時根本就唔適合冇辦法吧。嗰時我知道，最唔適合強下乳養嘅就係老人家，就 M 不卡嘅種。你就講家婆啊？講意思就講家婆啦，總得啦。係啊，總得啦。總得。不過真嘅啦，就講假使生活習慣較無強樣嘅，最好無強下出去了。係。尤其有乳養家下，你就馬家就要自家來，又唔是講唔假使去出外嘅，這個舊本嘅傳統啊，馬家人來判就好。唔自家來，自家唔係都自家，哦，自家要點起。韓國人啲後生愛搞遊戲，像佢啊，就青口搞遊戲啊。老阿婆搞啊，老阿婆搞。阿婆真係做小兵啊！阿婆就話我愛水母，真嘅，嘅乳養太人，乳養熬人，阿權咪如果按倒擺咧，你自家最強拄到哪一種嘅？乳油啊！哦，我真見讀到一半嘅真見動起，係我嘅冇乜嘅按數師嘅朋友，伊喺家庭，即係我同我老公兩個家庭窮下去乳養，啊唔過咁樣實，因為家就生日，啊人就唔低嘛，家就有朋友動動台菜哦，7、8台菜來哦，啊就動動牛腩菜慶生唔低嘛，嘅金祥團係嘛？冇錢人愛講，啊唔過動動生日就啲人中棚地都走來走去，咁樣時間就啲。等你頭都攞杯，就看見甜，然後就掉一滴。甜筒吧。ăn xoài cô。我係去享受嗰種點心嘅感覺，啊唔過要按到人來，我就知道我當菜歌，然後社恐人當講動到人，還有啲嘅矮沙子，你好，咁樣剛剛說哦。有啲有點偏多嘅。幾條人出來撩嘅天天冇帶啦。煮飯同 Q 優啊，同 Q 優啊。哦，跟住衝人家來瓜子咁嚟㗎嘛，佢養曬來，佢搞就好正嘅。對，然後就弄一團亂，然後我就，嘅老人用喺邊度啊？你，啲係希曼人嗰種感覺。哎呦，就像杜導王小鳳啊，不過王小鳳吼，梗係講杜導嘅阿燕真可能就按咁樣感受，你講按炒啊，還有曾志怡。有帶 V 神就不易春木子吧，安尼就懂吼。阿小鳳咧，其實佢最強杜導嘛啥？我咩要係自己要求，我要想我嘗試。如果我聽錯我拖嘅佢日就去搭棚嘅，我帶嘅要碰燈要冷氣嘅嗰種，小木屋。因為係凍姜炒你冇，去魯陽嘅老係咁樣啦。其實係衰木家下，我衰木家下。老人家凍姜炒，唔係老人家嘅關係，凍到人去魯陽吼，要想。阿權菜啊，阿權嗰度就係，而家會到點清，咩要等人氣候，而喺可以放鬆心情，而可以半夜哦，可以食酒啦，有啲創記咗本人嗎？記咗唔得，這種唔得。啲人你會講，係因為老人家吼，我摔到一半被炒起來，我就摔唔停。不見，係我不見，我不見。係古時候係咩講炒嘅？嗰係，佢上空凍點清點哦，佢半夜人家會表鳥哦。如果躺喺度，佢喺省點啊？佢啲結煙嚟，佢是表，我就躺喺度。仲要啲咧。佢燒喺上係躺喺度，完了冇？你啲細路家躺到佢上嚇，會嚇到，我就同佢接觸唔掉。我一聽到有可能佢係淋巴啊！半夜用3點去淋巴，都難講啊！古時候係說去魯陽吼，我聽我帶嘅有冷氣有碰燈嘅，就小木屋嗰種。魯陽茶咩做得啦？魯陽茶就最後我做唔得躺到嘅表上就錯嘅。唔錯魯陽嚟啊！係啊，耳塞就好了呀，都很麻煩。啊，都嘛，我按眼望咯。真係啦。真嘅啦，就有人去魯陽就喺 V 度愛點錢嚟食飯。有像家阿子講，家是帶即個爸爸媽媽，阿小鳳嘅爸爸媽媽咩冇後生。哦，啲老人家絕對做唔得。然後你看苗栗嘅麻辣幫啦，第苗栗市區試採，要2個小時呢。公司都記得佢講，我要再去講食台面。我想要再去南山，係，如果我係喐嘅冇帶到，如果驚再去哦。
你都分天，因为点的去了。给你个人来讲，看你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最强的就是视察的，你有拄到食材唔好，嘿，因为跟你讲靠一百加州嘛。做对，但是做得安样讲，因为像安尼西摩的啊，我食材是个山路啊，你完全唔知个山丹边那个会堵到嘛个山路，你知吗？因为懂到嘛熊山查个时间啦，哇，知道怎么闪，我当然是停在这边，让它闪过去啊。顺风又会变光，就懂样去搞会跌下去啦。係當到上山茶吼，你老闆機台就要拗住順啊，就好。係啊，真很強誒。因為冇聲音就會捽下去。真強，古時候我最強應該就係食材，因為第一擺路樣就係一擺去個長衝梯嘛，古時候就唔知會發生乜嘅事情。唔過我知道視察呢件事情哦，可能係你家經營嘅問題好多啦。太家強冇，太家強冇。其實我說講路養最困難嘅就係愛試到嘅目的地。我今天同我朋友傾下天，我就想講，我從去你就第二片露營好了哈。是所以，但是有這種關係啦，這種成就感，成就感。既然講到阿英姐，接下來講下你這個印象最深刻嘅路養之旅係用辦法。好，我總係推薦你家啦，因為我同阿姊有一擺沒想去路養啦，唔過就想到愛視察一陣問題吼，你就瘋起咧，嗰時就請一張吼這個完美露營。哦。嗰陣時我就同阿姊就想講，好，跟住來一個耍廢行程，你乜嘅行程就冇安排，出隻坐嘅幾十台去幾頭尾嘅，吼，啲幾片帶幾日咧，結果咧天陰日水都凍住嘅時節啦，吼，嘅打工換宿的這個好朋友們就看到人那種行啲咧水木，一條西師傅就講，風床忙啊，佢講啊係難死呐，佢就冇人一下風床吼，我突然去後巴料，佢就講我冇茶嘅呢。冇相關啦，我問一下隔壁吼，做啲視察做人哋機嘛，人哋就超盤咯，唔認識到，超啊，人哋吼就直接去後巴料。本但人哋係約講，我嘅按部條嘅時間，人哋要聽嘅要主文嘅配樂嘅行程，佢要留下來聽下嘛。佢就講冇呢，我根本吼沒有待沒有再待一晚了啦。就後來我們就聊一聊，哇，相見恨晚，一見如故。佢就講冇安呢。我去個市區地度買到肉轉來同鄉下配肉好咧，我就講好啊好啊，我們本來就開了一個那個烤的地方，結果有人就帶肉，我同阿姊就加兩三帶肉給人，啊還有個唔認識嘅人就看到，哎呦一道尾按鬧熱啦吼，就講，我有酒做在同鄉下配肉，佢講，哦走啲來，啊響來咧有人去歐多拜轉來張開始愛錄影，有看到就講，冇我有病誒，做在同鄉下錄影嘛，好啊，結果。佢真係我用故事，我做得強。結果所有嘅人全部就一上人帶一烘東西，一上人帶一烘東西啊！結果所有嘅人全部就啲嚟配肉，整個園區的人都在烤肉。懂到呢？唔但唱到呢，行卡神奇嘅係，你全部就來自台北，你啲台北唔認識，結果只有到台東一道尾嘅認識，跟加嘅面熟後有嘅時間，我才發現到相親成啊沒有呀，我們有共同好友50個人呢。是啊。嗰陣我就講錄樣動神奇，因為假使係帶到飯店，唔有可能唔可以當去認識隔壁嘅人。唔過就係因為錄樣吼，大家就認識咧，我說按你嘅感受就當好，做得認識好朋友啦。香港係硬就冇想認識，沒冇關係。真印象4年。喊爹啊，2-3年啊，你們不要去露營好了。佢都要按點錢。你就去山洞裡面露營啦。就是你懂點錢冇任何人啊，上面咩不用懂西上啊，M 冇講法。哈，那你們就去廟裡面修行就好啦。我上來要吃牙頭，還沒有好多的。路陽區有冇香嘅風景啊？係啊，先見啊，喺冇香，你平常是都駕駛都都市行關嘅人吼，大家就帶都市嘅人吼。而家都酷行神啊！真嘅，很多都市戇人啲嘛，行到嘅山哪度，喺度到嘅山景海景啊，剛剛就說啊，你哋呢條都市戇，因為呢條東西平常就識慣嘅看慣嘅東西，結果唔知啊，呢條都市人，最後都嚟呢片去享受，知道當神奇。唔過佢路陽講一下吼，呢片有當到嘅牛人，佢都會準備呢度嘅裝備，呢度樣式嘅路陽係佢條最得意嘅咧，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啊，唔過大家可能想到講我會花咁多錢，其實唔是，像我做的主要的按到東西啊，我嘅雅思路就會輕簡單的，冇到1000 K 的雅思路。哇！就會自如對對，就比他的投影機還便宜耶。對呀，你看，咱們有帶給一個中棚啊，買的東西，但是
露营灯还是很重要，可以天幕黑，不用手机跟那个小小一点一点那个像星星的感觉哎呦，过来呢就会，就我们该照明作用了。因为就会投影机完，那我觉得我会被讨厌呢。我想大家都做嚟香港睇上個節目現場，上一台係你們嚟大家講，所以自家嘅旅遊有埋嘅自家知道同困難嘅所在，也同親切嘅體驗，像有人啲台東熟悉嘅啲家本單就喺身邊嘅朋友，面書好友。共同好友有50個哎呦，都個人愛張啲，有人係都個人愛張眼神，都台東係做得啦吼。我們從鼓手太自家家師兄去請對兄嘅吼阿簡呢，去旅遊，去旅遊，去旅遊都唔留睇啥講法嘅，所以唔定我來參加，唔錯阿權咩已經結婚咧，安尼都唔嘅，好多咧，好多哈，韓版就會變做哈最小的事情。就會搞男朋友，冇問題。不過真嘅啦，你看根本有按到人去旅遊過，大家都知嘛，去旅遊嘅時候聽說加拉貨嘅動作，就算你自己冇準備，跟人就會讓你準備偏嘛，就像盤頭拔嚟啊，街頭啊，還有當多嘅東西要準備，你知道去旅遊㗎嚇，你聽說自己會帶到嘅加拉貨係乜嘅呢個？像我自家就係愛帶個藍牙音響，個藍牙嘅天幕，可以天幕係不用手機跟那個小小一點一點那個像星星嘅感覺哎呦，過來呢就會，就我們該照明作用了。因為就會投影機完，那我覺得我會被討厭呢。真的，我係懂點清潔旅遊啦，但是我就想講，因為啊，你喺啲暗灰風景嘛，來去旅遊，你就喺享受嘛，享受睇下音樂啊，又做一看下天陽啊，古時就完全係看風景，怎麼該看天陽？看天陽嘅時間要看下風景，因為我可能一直看風景會無聊，錯冇？有種完美露營啊，喺度到邊太水就飛起嚟，就飛香香嘅。抽啦，因為會做小小餅。平常愛後天時嘅時間，係，但是亞掉嘅東西係很必備的。你古時候你知道講去旅遊家哈，除咗享受咧我輩嘅自然風景，你自家嘅心情，看啊，呢個我輩係坐定咁樣動物水。做唔得哦，會衰得，夾看大塊嘅天陽嚟看下。看下天陽，看下東西哎呦。係，不過去旅遊家下接上會讀到細神嘅事情啊。哦，錯，因為有陣時我知道原愛細神啊，也係冇細神，其實對我嚟講唔係按重要，做得唔是細事情，係做得唔是細神。英語可能做得。係英語做得，因為佢嗰種閒嘅感覺。冇啦，因為你去旅遊嘅時間，有陣時我細神懂麻煩，要帶動帶時。所以先細後再講。係，係我輩嘅偏數也係細神嘅，雖然也下可能都會懂強力，但是有啲會可能係冇強力，就會知道懂麻煩啦。嗰種係咩？知道冇乜嘅重要對我嚟講。係，就最你做嘅睇下駕駛咧嘅排序比較後面啊。錯。冇咩好，有啲懂好。星星燈比較重要。星星燈真的很重要。我覺得哇，好儀式感哦，哎呦。星星燈，如果真嘅嚟摸一下，安尼熬年嚇，啊全部人自家出去旅遊過後啦，你自家對你嚟講，你嘅必備清單啊、搶清單啊，係乜嘅？因為我自家愛同阿家人共用，同好煮飯，同好做料理跟烘焙。故說我特別去旅遊嘅時間，我會定一個主題，我基本要去奶，我要做乜嘅好食嘅東西，我要翕相，然後做出來嘅感覺，我就會當有成就感。比如講，第一個係我去北海岸旅遊，然後嗰片就會出山東到惠山啊，故說我就注意咧西班牙海鮮燉飯，對，去順後面嘅漁港有冇？就去買東到惠山鎮來就做得煮，啊燉昂也係西瓜盅，嗰個我嗰陣時見冰冰嘅出門，我就去一下潮汕，啊嗰陣時我看到一粒西瓜，杜烘有帶酒，我就拿個雪碧啊、酒啊，韓國冰都要西瓜杜烘，對，那就是給擺露營嘅一擺夏天露營的重點。青蔥又聽說愛講一下麵包有冇？雖然看起來，剛剛看到係撈到係幾邊。雖然佢看起來唔係凍漿，因為佢喺啲啊無水無天，海拔1500公尺嘅司馬庫斯做出來嘅，對，嗰陣時成功哦。
对对对，俺不用到茶叶都烘发酵，因为它有一个温暖的空发间。酵，错。你出手吼，老发酵吼，就一仙子个东西。有眼嘅門打開就爽嘅米絲，對，嗰種眼啲啊無水無天的素菜有做一類麵包，因為聽音樂要去歇散，要去看神木，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行動糧。對，然後那個戰斧豬排嘿有一百希啊，蘇拿迪度，這種嘿有人說是森林系完美露營，那當時就懂講，嗰種感覺有那種獵人感，所以我就放了一個戰斧豬排，都講嘅食譜度吼。又有主題嘅，對，這是我的必備。我不要再講，不要。你就唔同羊肉公用上也是按斗哦。大擺冇共用嘅不一樣，對，因為主題啦，大擺主題冇共用，就會有一個料理嘅重點，這算是圓我自己想會做嘅事情，這樣。真係當官。你做嘢開傳統嘅，係啊，你東上開傳統嘅，坦白睇架炒炒啊，去做嘢嘅滷油，不要，我不要。我講真，不如來講下，你這個滷嘅按豆擺，滷羊滷過按豆擺，你這個知道講，聽我以為總批啊，講加拉貨。當然，睇下水木嘅帳篷啊，韓國可能第一休閒空間，我有可能是一個天幕帳或者是一個客廳帳，這是必備的。啊，唔過睇下可能想到講我會花多錢，其實唔是，像我做的煮呀的按到東西啊，我嘅瓦斯爐就會輕簡單的，冇到1000K嘅瓦斯爐。哇，自爐，對，就比它的投影機還便宜耶。對呀，你看。我們有帶給一個中棚啊，賣的東西，但是路燈還是很重要。你中天使，我有神呢。因為阿 Q 外面有那個星星燈嗎？我沒有星星燈啊。你裝在家裡。時間基本上開一啲啲嘅天火天天，因為你開太光就會有動到嘅鵝有冇？我會變光。那個星星燈哦，全部就會衝嚟啲。一點，它是全部就會蟲，你就看真件嘅神你就好了呀。好啦，你都沒有，你那時候去看嘅火焰蟲啊，你開天火就看唔到火焰蟲。開天火反而有蟑螂。對，真的。講到哪裡？講到東西啊。總批啦，對瓦斯爐就係其實有動到總批就唔是話太多嘅錢，可能一種當簡單嘅燈嘅啊，一種當簡單嘅做嘅啊，按用其實你就做去滷樣嘅，啊唔過。真嘅不要花大錢，一開始都在選套可能比較入門款的，啊，等你可能滷過幾啊擺以後，你就會想到講，可能那個洗球很麻煩，剛好裝備可能也有一些耗損，你就做得溫高，但用在會錢花到真口嘅素材，就善用自家嘅資源，用有啲東西自家不卡做得氣態嘅，就先拿自家不卡。一開始都係帶自家嘅皮呀，啊，等你真嘅滷出興起來，將去買個睡袋啊，嘿，真嘅冇可能，佢一開始就4條，按太條錢過後滷2擺，好咧，我冇上去，按大送的，係冇？跟順豐咩算係今天的也算是達人之一啦。你接下來講下，你自家有哪條總批，有哪條加拉貨？我咧唔係有加拉貨，我嘅一啲同蔥油嘅部分係偏熟。我將呢家佢用係喺個無動嘅。你自家帶行李箱啊？唔係，因為喺個無動嘅我用3年冇細成我做得。哇！唔講，我基本有細。有天唔講我歐式嘅味素聽出愛動強烈，我有擺希魯樣嘅味素，佢偏熟當歐種係就幾年冇送偏熟。我就自家切散去到有嘅7-11我要地度。佢身體會出問題啦。我真研究冇辦法。古說我對偏熟歐式嘅味素細成就冇相關，聽出動蔥油。古說唔講呢，我烏卡人都動好魯樣，睇下中醫嘅，睇下我使用嘅味素冇共用。古說呢，我標誌有一座山。就本來就來福建來做露營，來露營區，我就來福建，可能2026年做對客家露營區，同大家嚟見面啦！下面來祝班，連到我，好來祝班嘛。我就唔知顧家呢，還會減幾多隻夫人。做露營嘅條架。係啊，我偏素啦，我福建單槍偏瘦甜點，啊其他有偏因為福建。就偏瘦偏瘦公主，偏瘦公主，介到偏瘦就唔過講真嘅啊，你用3年滷羊吼都兩下輕食行，唔過大家會吃到講，你係一種甜食行，聽，因為講大家去滷羊準就一種
附庸风雅的感觉，大家就去，故说爱咩来去，迄咱两个人还讲，你真经心嘟嘟的对来女人都有心头咧，阿姊。爱吃到女人，唔系因为马个以前的关系才会停风，系因为讲真正好女人的人，佢就会去女人。像阿强妹出生冇以前还会去女人嘛，系，故说像爱去干咩，一直都想去体验女人嘅件事情。不过大摆俺就看到爱顺风嘅朋友啊，因为呢，佢就同好女人，就买很多的东西，买哦。以前台妹嘎拉佛，发现按东西，韩国嘛个阿强妹刚还有讲到嘛个客厅帐啊、什么帐啊，还有动有名的个牌嘛个土的牌啊，动贵的东西啊，就动到俺就看到几多钱，俺就动强咧。故说俺就讲讲俺会发太多钱，故说就唔敢去旅游。不过刚还有听阿强妹讲，做得用嗰种客家精神的方式，嘿，故说时代下俺再个抢高一下咧。我做顾问，我真有哦，真有拍潮小貨哦。啊，你敷会差咯？跟矮做的，矮不卡都有嗰种有斧头，可以这个做灯的，做灯，叫我爸見妹喺乜嘅事情，乜嘅精神路養。你喺客家路養係冇？唔過仲講真嘅，像阿小鳳來講，客家是你看，家阿自己講到，你看錢哈，發了一台錢單，到最尾哈，這個副推就壓提起，結果無路200，你用解散嘞？阿小鳳就會掛字誒，我同你講，我真嘅要打算，我準備去旅遊，因為家睇按東營介紹。你係上喺田鳳係冇？唔係，又唔係田鳳，又係一個太環境吼誒趨勢，因為也都嘛，當到家長為到買一本生意嚟見看電視，見溜手機、手機嘅。唔講其實帶嘅投影機。唔好不係生意帶星星燈，投影機嗰唔係。唔快哦，我諗佢帶到嘅3大伯拉個，擘開就冇本錢。即係啲片。係擘開就冇本錢。係，其中一次解去想辦法，去作魚嘅啊，去綁草嘅啊，去教奶啊，喺毛鬼神嗰學做咗啊，去種牛啊，去種牛，牛會好做，真係不夾命嘛，唔係啊，唔好話錯，真件拖帶生意嚟氣候，嗰種太自然嘅環境哦，我知道同好。係真嘅啦，佢阿燕真係對你嚟講，係經歷堂體過後，唔過上嚟去旅遊嘛。其實會呢，因為就像俺講嘅，我就是一個分母的角色啦。大概去旅遊嘅時間，俺之後就會來學習一件事情，就要去解決問題。你活着真好。冇錯，你頂到會生發嘅時間，冇像啲都市地杯啊，冇乜嘅東西冇帶動去便利商店買一下就好咧。唔過你啲嘅山當別落國嘅時間，因為想辦法來去解決問題。係，韓國俺之後講，有嘗試同朋友傾下去，咩有同朋友傾下去嘅好處，你就會發現到嘅團結力量大，像同李家熙。就做得行一個翕相嘅行茶，係阿同阿權妹傾下去，就做得食好料，阿同顧講嘅傾下去，就有強烈嘅偏手。嗰度喺大家做得丟起來，啊變成同美好嘅留洋嘅行茶，但係係嗰種體驗嘅過程係本來當中意嘅。係冇錯，其實大家當然去旅遊就係為咗體驗嘅行程，你想去哪一種嘅旅遊？韓國啲嚇當時行很多。單人旅遊，你想去冇？等下再來繼續老大家傾下嚟討論了。像我一上癮去旅遊，現在做的，冇，你那一圈錢要多繳一點哦。這麼跟愛上愛一上癮旅遊，因為大家始終愛懂費的嘛，不是愛出來自家落去練習，容易愛出，容易愛出老阿坤妹老大家去旅遊嘅時間，哇！你敢會煮飯的，哇！你敢會帶動多些的用來動好，哇！你敢會試茶？我跟你講，這是我單人露營訓練來的，你就去底下講嘅咩旅遊鬧營好，對對。歡迎大家到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你上一台問過大家嘛？你自家去旅遊，剛剛切對做唔得接觸嘅，韓國切對一定愛有嘅，像係偏手公主、偏手個，李仙子公主，李仙子公主，真正公主，真係電公主，真公主，還有青島好料公主，嘅啲片愛就唔啲咧，就係公主。唔過真嘅，你下當時行一種叫老頭白嘅旅遊，有溜嘅毛球很多一上癮去旅遊，很多單人旅遊啊，大家假使本人一上癮，
去旅行哦，去家准备东西哦，你恨冇阿姊？爱绝对冇爱，系因为爱知道13年旅行其实都危险，尤其除非讲系嗰种专门旅行嘅素材，唔过你那系有对旅行素材系嗰种动片片嘅，爱知道13年真係挺危险嘅啦。那系爱13年爱去旅行翻，爱想要去嗰种爱试胎前嘅，唔过上到爱要知道东大送钱，再过来刚刚讲到13年旅行，我带东多嘅东西，上到就甜，系冇啊？係，古种你爱知道13年旅行真係唔係一個當好係當理片嘅事情啊，除非講愛係旅行熬人，我就會想一下咧。真嘅呢。俺妹唔可以13年。我還真係講，我可能13年去旅行，跟住很多離家出走啊，離家出走好啦，總係講13年去，迄講自家笨蛋就懂飛，比如說什麼獵人啊，還是冇問題。我假使迄種離家案咧，吼，但係我大概成日定嘅去嘅我死，我死就算了，好像自家嘅問題，迄講發生乜嘅事情，好像很人去救你啊。係啊，我累小小三傻逼死你。就希望13年去旅行，絕對做嘅。冇，你賺錢要多繳一點哦。這麼跟愛想愛13年旅行，因為大家始終愛懂飯的嘛，不是愛就喺自家就去練習。容易愛就拿阿權妹咯，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哇！你敢會煮飯的，哇！你敢會帶動多生的電用的動好。哇，你敢會試菜？我跟你講，這是我單人露營訓練來的，你就去底下講愛咩旅行熬營好唔得，你要卡底杯咩都得練習啊。這要動態嘅挑戰啦。係啦，係挑戰啦。很多旅行，跟很多野外生存。可以啊，嚟做對啦，聰夢，可是那種做對啦。 Discovery 哈，應該在台灣來協那個野外求生21小時，住個就請給立家，一天哦21小時就做得，21小時就做立家來看21分鐘，扣你你做咩要買嘢？男人嘅成日定見叫，你們看天陽看你是1點鐘，都自家愛比紐約。來做對按先線後來聽。如果講到呢一片哈，阿小鳳哈，佢講哈，佢係單人旅行熬人，冇唔錯，我啷講，我喺講我係公認嘅旅行啊，最少有300次以上。我知道被你老婆趕出家門。不跳啦，因為我做些吼，我東家3公半夜喺啲視察，古時候我試到橋要用幹啥？不能危險駕駛啊，那就入休息站。啊，你啷講哦？從南部吼永康休息站去東河，我記得個片數有小水。打面做嘅，打面做嘅數。有小水嘅片數要注意，嘿，佢係用隻片數全部通風動態鍵，有24小時嘅。便利商店嘛，便利商店，係講我注射咧，nice 熟食區去夾就有嘅，唔算旅行吧？沒算啊，哎，我旅行就摔茶檔啊，然後東你的野營就會摔茶檔，大家就來野，還有新營休息站，有身份證吼，跟有地方室內都得洗身，我真係不能摔嘛，又有小水，係又有小水，小水懂抽煙，小水懂抽煙，哎，有警察又唔是錢。哎呀，我說公認旅行係動有經驗啦。哇！休息站單人熬人，咱在休息站做得前度小水，做得前度洗身間，那個有後生的係就低，做得乜黃小鳳，是不是喂？你家做嘅連街頭藝人都很熟哎。唔過旅行吼係團康活動啦，我知道13年就唔敢講，我從離家出走咩，從野外求生咩，我知道13年吼唔好去旅行。都發生到明顯啦，衝唔就較安全，我去做唔知喎。你如果以後，我講緊明顯係講，13年後，唔知道，誒，我動隻缺神一物嘅，我動風險嘛，結果你就剛好發生乜嘅腳抽到啦、輸送啊，你到時候打電話喊直升機，跟住送新聞嘅咧。哎呦，做對小小兵，做得小兵啊，我做得小小兵的傘，滿本星星燈，腳抽到。媽，我上新聞了，哎呦！坐直升機。安人是做唔得，真緊啊！要路人好多咧，還要動到嘅用線嘛，冇像頭擺真緊係自家係搭棚啊，自家係起火，你係動到嘅動豪華風車，甚至還有路人茶啊，係冇？給阿權們坦白上去挑戰哪一種形式嘅旅遊？其實呀，旅行茶應該唔係算我嘅挑戰，係我嘅一開始想去做嘅事情。我啲旅行以前我就先去查過去紐西蘭搞嘅時節啦，就得用旅行茶嘅方式來去反倒。對，韓國去感受各個無共用嘅素材。但係你啲紐西蘭
但像北岛就懂反地嘛，哎呀，就是我安排10日嘅北岛的旅程，全部就已经写好行程。去视察。我同我老公视察，我老公视察我負責煮飯嘛。第一日我帶奶，我帶一個農場；第二我帶一個河巴，我帶那片我就全部就整理好，因為那有西蘭槍做得水嘅滷羊氣，因為做唔得水滷筍呢，嗰時我全部就查好，唔過我嘅比洋機氣死喂。那個航班直接不飛，嗰種給這密集有冇含低壓不卡等等含總有一天去到100歲。對，我就真嘅動出來。因為我搞好一隻去調牛奶，去紐西蘭偷牛奶，我曉得用嚟酒。真係做緊奶酪。用嚟念。我清楚呢個係嘅茶葉蛋糕要偏手。滷羊茶的好處啦，跟阿假呢，你即個想去挑戰乜嘅形式嘅滷羊？我要去滷羊茶，我想去美國嘅滷羊茶，因為嘅滷羊茶嘅下杯呢，做得比用一般 size 嘅茶，係佢對動態嘅滷羊茶，呢度還有一台茶，變形金剛。係冇錯，嗰種而去到石頭啦，古橋用嘅。冇錯，嗰種而去到呢個位數，喺個泰茶是唔容易，就是佢嘅西茶出來，也就是去市場買棟到菜進來，因為當個咩要。做下嘅做嚟煮飯啊，所以西神啊，乜嘅都有。西茶考慮一下，係叫佢去單夾呀。唔用茶就會考慮到嘅夢想當中就係滷羊茶嘛。不過像你下大家完全現場單槍王小鳳有嘅上有野外，下有自愛，下有扮演，係呢種野外適合嘅滷羊嘅，有冇強樣啊？係冇阿小鳳。新竹嘅家係夢想。人家應該係佢㗎，你我講黃太太佢相當久，佢特別攏愛講，就講先等等，先等等。怎麼還會先等等？唔係，因為我知道去滷羊吼，我先學懂多東西啦，要先學習很多技能。黃太太上我去嘅家吼，嗰是東風片哦，嗰根本就係戶外水上樂園，佢做得有高奶茶誒，吼，裡面有溜滑梯，誒咩游泳池的溜滑梯哦，滑水道啦，滑水道啦，你拿小狗嚟嘅游泳池跟溜滑梯，咁樣講，跟滷羊嘅場地有冇？跟邊界又做得懂安全，等於講老師你帶到嘅地方去，唔是禿，唔是姑，係佢自家自己會胎，佢生活得好好的，我就想說，一地方我就知道做對咯，阿蠻嚟哦。真嘅，因為你看做人野外人，相對就會遇到自家嘅聲音，假設我要是想要放空啦，聲音出去掉。因為前度一陣聲音做得安安全全，這個都唔會唔驚睇去，唔會唔驚睇，你假設佢做之後，自家聲音會唔驚睇，佢野外就是會笑啊，會擔心嘛。然後佢嘅營地還有雜貨店，應該都有。睇下室內妹唔是去突還有偏手，我就本還有小水，我就本半夜100 K， 講根本冇錢捱。該不會還有免稅店吧？黃太太喊做的去買個名牌。呢個係營地，喊做得退水。唔同嘅歐咧係嘛？黃太太喊做的去龍記。冇話講得聽我吧，唔過講到正經啊，就講滷羊吼，其實喺呢下吼都懂，雖然講係懂實行、懂實行的一種方式，應該潛到自家適合嘅一種滷羊嘅方式，像係應該潛嘅滷羊茶未潛得到，應該潛到自家130年滷羊嘅場地，像水茶檔乜做得，應該潛到嚇豪華嘅方式，而係講應該傳統嘅一種係搭棚嘅嗰種，哪一種嘅方式都潛未到自家。唔過正經嚟講，滷羊係一種呢一種啲係無限其他嘅成法地度潛到一種做得透氣嘅方式，唔過行喺提倡睇自家，喺潛滷羊場地家下，天做一潛合法又安全嘅滷羊場地，將做得本自己嘅旅行做得平平安安、歡歡喜喜、快快樂樂個，我記得咯，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睇上宮，要花睇假公，咁嚟聽咯，拜拜。對當代現代人來講，嗰關係勞勞碌碌嘅都市生活，當然沒冇乜嘅變化，做事做到無限出彩又無好料。滷羊本期都有機會行入大自然，過一擺重新認識日頭、真呢，韓國嘅度罕得看得到嘅動物、老植物，喺滷羊嘅過程地度，慢慢地發現更加無窮樣嘅設計，也度全係滷羊帶本人嘅舒服、老回憶哦。